咱通过咱的帮站遐的角色救助，伊会领受就是讲咱借钱互耶和华。咱嘛通过家己所领受到主的话语，知影咱是上帝咱受托的管理者，咱是受托来管理主所交托咱伫世间的钱财、世间的财物、世间所有一切的权利。因为咱有受托，咱就有能力通管理上帝所托有的。那今仔日，咱要三甲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讲，伫圣经一个足特殊的教导，就是11奉献，1/10，这是一个神圣佮蒙福的数字。但先咱要通过拄则咱学习的经章来先思考。咱无明白奉献的价值进前，咱的生命就讲，上帝本来就是一个富足佮丰盛的主，这是咱的大前提，是咱信仰的一个根基。所以咱拄要读经章，讲上帝安尼讲，我的子民啊，要听我要讲，以色列啊，我要控告你，我是上帝，你的上帝。好亲像伊是咧对以色列百姓，甲因讲吼，我有一个代志要甲你讲清楚，是有控告的语气呢。上帝安怎讲？我无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，你的烧烤祭时常伫我的面前。我毋免对你的牛条接受公的牛，嘛毋免对你的羊条接受公的山羊。伊讲毋免，是安怎？第10节讲，因为树林内的百兽，正山的情势拢属我，山内的飞鸟，我拢捌，旷野的走兽嘛拢属我。伊讲，我来枵嘛袂甲你讲，因为世界甲万民拢属我。意思讲，我来枵吼，毋免靠你嘛，毋免靠百姓，因为我拢管理遮的所有一切，所以上帝跟问讲：我减会食牛角的肉，啉山羊角的血。哇！用这个话来一直对以色列百姓一再强调，一再提醒。然后最后一节安尼讲：讲你就用感谢做祭。头前无管任何的祭司。迄是你表示对上帝一种的奉献，但是上重要的心志就是你爱用感谢做祭来献上帝，讲着对至关的来相关。所以这段经文有几项的提醒，就是讲上帝伊用责备的态度，责备百姓奉献的态度。所以诗篇50篇的7节到14节。上帝讲用控告的语气对以色列百姓来讲话，所以讲我是上帝，是你的上帝，因为伊是掌有权柄的上帝。而且话词的经章的内底，以色列百姓并无减少奉献哦，伊逐项拢有啊，但是因奉献的态度错误，因了解讲上帝有欠，所以我来照时间来甲你献。即款的奉献的态度就是讲，我亲像上帝需要，我爱献互伊。甲咧一般台湾人去庙呢，去咧祭拜，迄种心态绝对是的。不过上帝一再咧强调，讲丰盛富足的上帝，无需要百姓任何的祭司，嘛无需要任何的烧化祭。毋是我需要你才来献。因为上帝安尼宣告伊的主权，讲因为树林内的百兽、正山的精细拢属我，山内的飞鸟我拢捌，旷野的走兽嘛拢属我。我若枵嘛袂甲你讲，因为世界甲万民拢属我。所以上帝爱百姓安怎？就用感谢做祭来献互伊，是对至关的相关。所以用一种感恩的态度来奉献。安尼即款的态度是正确的。
伫即个经节内底，一直咧强调讲，世间所有的万物拢是上帝主。那啥物伊是丰盛的，伊是充足的。伫历代志的所在，咧记载着大卫伊要起造圣殿，伊开始咧收集各种上界高贵的建材材料，要来奉献到上帝时，伊有安尼祈祷。伊祈祷上帝共款用谦卑的心咧讲，讲一切的丰富尊荣拢是属上帝。所以伊就甲上帝祈祷，历代志上29章11、19、22节，讲耶和华尊大能力、荣光、德性、威严，拢是你的。伊若伫天顶地下，拢是你的。耶和华国也是你的。你是至悬最万物的头。22节讲，好业尊贵拢对你来。你也掌管万物，对你的手有大权能大开力，互人尊大，互众人大起力，拢出伫你的手。一个掌有即个国的关系的代表，伊伫上帝面前是完全的幸福。伊知影讲一切万物拢是对主所来，所以用即款的态度出发，咱才会思考讲，什么方面？到底伊的教导上重要的真理是啥物？伊咱讲，上帝既然是遐尼丰富，伊拢无欠，是为何伊阁要求百姓都爱1/10的奉献呢？若是安尼，咱要爱想讲，上帝的要求命令内底，藏有真奇妙的意思，内面藏有真奇妙的应允，所以咱要思考11/10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神圣蒙福的数字？我想即个咱咧读圣经拢知影吼，伫圣经内面有真侪足有特别意义的数字。比如讲7，咱知影讲是独一的上真神。3咧三位一体，7咧，哇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伊是上帝6日来创造天地，但是第7日跳过。所以咱现在一礼拜是7日，这是圣经真奥妙的数字。咱嘛知影讲12，伫圣经内面有真特殊的意思，用12支派。伫即个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，因伫河中捡12块石头，伫结界的所在采12块石。咱嘛知影耶稣有12个使徒，对无？4也是一个特殊的数字，而这是一个试验加试验的意思。摩西伊逃走，伊米甸在过洋啊，所以40天。摩西有3个40天，了后带以色列百姓出来进，然后搁伫旷野40天。所以这个一个数字嘛真帮助咱。会当对数字是感受到上帝对数字互咱的意思。特别，即个10%，10分的1分，伫以色列历史的中间，因的生命的历史中间真不长。而且即个1/10是甲圣经内底上面讲，你着爱友好你的弟母。讲说是即个概念是带着应允甲束缚的数字啊，意思是侪数字有特别的意思。1/10伫上帝的即个教示内底，伊是带有应允的，是带有束缚的。咱若是咧查考圣经，咱知影讲即个1/10毋是敢若伫马拉基书安尼讲着啦尔，伊的经节人咧追溯，就是到创世纪。14章20节的所在就讲到一项，而当时亚伯兰伊带着壮丁去救伊的孙啊落着，因为伊建营了后，伊讲伊就将10分的1分
来送互当时的大祭司麦基洗德。啊，这是十分之伫圣经内底所出现的。但还有就是伫利未记的27章30节的所在，伫个所在上帝将律法来规定哦，规定讲伫地上所出产你的生产1/10是耶和华的。啊，这就是一个献予上帝的一个规矩。伊圣经怎咧讲？既然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土产，还是树顶的果子，1/10是耶和华的，最善归乎耶和华。伫民数记嘛，安尼记载，18章21到26讲起就讲，以色列因出产的1/10是互利未人，利未人的1/10是互祭司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利未人甲祭司拢是神圣圣洁的人员，所以这么早以色列百姓就已经有这个1/10来降级互遐个伫圣殿、伫祭坛、伫服侍的圣职人员，这款的规矩。伫申命记14章28节到29节讲，每一到3年啦，3年一期，到年尾。啊，就是将迄年所出产的1/10，要做啥物？做救济路用。3冬一轮，尾仔年你该将你出产的米摕1/10出来，因为知影讲，伫即个社会中间有遐个孤儿寡妇，嘛有遐个出外人，因为伊家己无种作，嘛包括互利未人。所以即个历史是真丰富，渊源真深的。另外，伫利未记的19章9到10节，又讲起着咧做事的一个规矩。这个规矩呢，伫即段经文的内底，我用台语来读。伊讲：恁收割田的五角，田的角头毋通挂到真，橄榄的也毋通捡，葡萄园果子毋通挽了了，也毋通捡葡萄所落的果子，就留互送养人甲出外。犹太人因足早就有即款的传统啊。你咧做事有收成真欢喜，但是毋通真收甲清清气气，连一粒都捡起来啦。伊讲毋通挂到真，甲下去就甲放伫遐。果子园的果子，即个葡萄园的果子，葡萄慢慢了了，伊讲这是要哪？就是要留互送养甲出外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的故乡，时大人因拢到伫秋天，拢会犁田，拢会捡番薯、土豆就对了。迄个时阵，大家生活毋是介好。我发现讲，头前咱咧犁，甲即个番薯犁过，然后开始咱甲迄田揪起来。后尾番薯开始有人来捡，咧捡中间就有一群囡仔、外口人伫边仔咧等。迄阵咱就来收了后我发觉我的老母讲，毋免捡到真啦，因为后壁的人伊会去用迄个来甲乌看有较落伫内底，用咧犁过迄个番薯长起的，藏伫土内。你毋通捡了，互人分人捡。因为有人有欠亏，伊家己去捡，伊袂感觉歹势。你若互伊，伊就拢毋敢捡。所以这是咱一个真好的方式，因为讲你都爱帮助别人。这也甲10%奉献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在历史话，这1/10是真看上帝一个美好对人的一个教导。以色列百姓到基督徒，遐尼历史，遐尼长3、4千年，一个原则无人有甲伊争论，是毋是讲要了义安尼？对咱头前所领受的这话语，咱能做一个整理，就是伫圣经的中间11方面的教导，大概有这个重点。头前重点，毋是因为上帝欠亏，咱才要欠，这点是咱上帝清楚的。第二，咱这个奉献
是要供给互遐个圣职服侍上帝，而且宗教人员、就利未人以及祭司、先我的需要。过来就是为着要照顾遮个着想，要帮助遐个孤儿寡妇，以及对外地来寄居的，就是人客。过来，即个十一奉献对基督徒有啥物帮助呢？是要操练你伫财务的顶面有受托管理的能力。因为你知影讲，伫我收入的中间有一份是要归上帝，所以你就会好好去分配你所得到的。无论是你得到的是多，还是你得到的是少，因为你有心存着上帝，我相信你就是一个真好管理资财的受托者。因为你知影减一分放心，所以你就好好啊分配，袂讲家开了，开到无够安尼。过来，什么奉献？就是上帝应允中间一个丰富的运势的所示。过来，什么奉献是证明着上帝的丰盛，互你无欠过，所以是咧见证上帝的一个奉献。所以咱要学习这个神圣11奉献神圣丰富的数字，7%到底马拉基书安怎甲咱讲？马拉基书3章第10节到12节，讲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恁着用10%的一份，完全送入本国，互我的厝有美牛，用这个来试我，互我果然甲恁归天的堂啊！摒福气互恁，到无地通下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要为恁设备草内。无用阮以规范土产，恁产年的葡萄树，伊袂熟的大生也无落叶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，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。而且个经文内底有几个名词真有意思，讲虎口，虎口什么意思？表示讲是圣殿的一个建筑。有一个仓库，通放遮个奉献的物。讲我的厝是对的，我的厝是个至圣殿。堂啊，什么意思？堂啊，原来有迄个亲像咱水圳吼，有一个水盒啊，伫遐倒水，爱当累积迄个水的意思。就是遮咧，是讲上帝赐福的一个源头。即个水门一个开，水大港就来啊！伊内底有一句足特殊的话，讲试我，试我是咧查验，是咧证明的意思。原文是鼓励的意思，讲恁安尼甲做，恁绝对袂落空。所以遐日是话，当咱领受着以色列人长期历史7%的价值甲分。咱着对上帝，伊应允7%是一个丰富的一个根源，所以咱基督徒伫咱信仰的过程中间，咱着出来学习，咱基督徒爱宣告，拄起迄个历史，还是讲诞生的年，逐项拢无爱，即个吼，互你的心袂开阔。是咪什么意思呢？若照圣经的话语来讲，迄是讲独立的，好啊，本讲独立，伊是讲你应该，毋是假出来啦，是你应该。若是假出来，才是奉献的。我就假才奉献啦，但是7%是我应该的。所以遐就是话，11奉献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圣神甲你同工，因为若无圣神甲你同工，你7%摕袂出来。所以7%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呢。搁一项11奉献就是报你一条得到祝福的道路，得到祝福。通常咱若照咱一般的数字咧思考，咱拄有讲这是上帝国的经济学咧讲，但是咱照一般社会的经济学来算咧，咱习惯有的思考是啥物？我得到10分，我摕1分出来，就是减少啊。
是减损，敢毋是？但是上帝讲11奉献，毋是减少，啊，这个就是真奥妙的数字啦。伊这是上帝讲的经济学的算法，是超越数学、超越物理、超越逻辑的发展。因为这个11奉献就是等于丰盛，是等于丰富。所以咱来改变这种的思考的逻辑就对了。这是一个信心的投资，毋是无去损失。以咱一摕一份来争取上帝9份的应许。所以你这份的信心有偌大，等于你是甲上帝来领受9倍，所以是加得到的，毋是减少。比如讲1/10。若是1万，表示你领受上帝应允是10万。这个意思就是对于你一个奉献做一个分期。前我有听到一个故事，真有意思吼。讲有一个初信的这个信徒，爱听到这个信仰的教导，牧师甲伊讲。讲信耶稣的人爱学习11奉献，所以就真安尼希望以前哦1个月收入3万块，讲安尼就3000块发现落去，到我心内哦真欢喜安尼吼，慢慢吼，伊收入愈多咧，所以吼，伊就增加到这个30万。30万吼，伊心内就开始想讲，10%，我爱奉献3万块，心内讲遐尔济吼，有遐袂落去啦。心内有了期啦，嘛有信心无够，又走来找牧师，甲伊坦白讲，牧师啊，较早吼，我收入3万块吼，献3000吼，足自然的咧。我即摆慢慢吼，我生意好，事业做较大吼。1个月收入30万，这3万块我计袂出来，要安怎呢？这个牧师嘛毋敢甲勉强吼。牧师啊，讲你好，咱来祈祷吼，咱来祈祷，我甲你祝福祈祷，互你家己心内家己做准备啦。伊讲上帝啊，咱这个兄弟吼，伊即阵吼收入袂歹，1个月有30万块的收入，这3万块吼，伊献袂出来。我上帝无亏气吼，你阁互伊转去1个月3万块。这是一个，互咱感觉讲原来意思伫遮啦。到底你是要领受30万来奉献3万，还是你要领受3万块奉献3000？这就是上帝国经济学。当然无一定，大家人讲我安尼就马上就看去，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路程。一个信心的考验，所以咱即个，请咱会记得，咱会当做奉献是上帝恩典，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。所以这11奉献有真侪教会拢已经做即款的教导。牧师嘛常常咧甲咱讲，毋是迄个教会欠过钱啦，所以一直咧讲奉献啦，介先欠来拜托你奉献，毋是牧师的责任就是甲你讲一个。受祝福，基督徒蒙恩典福气，所以把这个真宝贵的道理，互你知，互你也抓到这个福气。若无讲，所互这个福气失去，安尼牧师就失职啦。所以请咱会记得，这个1/10毋是随随便便想着讲，是圣经对阿伯拉罕开始就有的。现实的，咱要三角来想。这个奉献的道理是安怎？基督徒真重要。咱只一般的宗教，特别不够，咱嘛听你讲，因做功德啊，因献的钱吼，未比基督徒较济。但是伊的心态是安怎？因是要做功德，是一种条件的交换。但是咱基督徒是一种感恩的奉献。这个感恩的奉献，亲像咧唱出活水泉的水。因咱头前有讲到上帝既然无欠亏，咱奉献是
为着感恩，咱嘛想讲，有啊，我照起工吼，我照假时来奉献好啊。但是奉献这钱是要创啥呢？吼，这钱伫遐有路用无？我就会教会吼，有迄会友真巧，我家己，照我家己拍算啦。伊讲，即间教会哦，会友奉献，教会嘛无欠过钱咧，伊就自动讲安尼这我毋免献，我去别位所在来用安尼就对。伊主会注意看教会经济，才决定要奉献咱毋奉献。看起来是真巧，真够查考迄个数字，但是这无一定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因为教会对基督时代是上帝伫地面上的代表，所以当你做奉献的时阵，教会咧运用这个金钱，这是通过教会领受到新鲜，佮充满着祝福。是安怎我要你讲？因为奉献绝对毋是只干看教会实际的行政开销来奉献。意思讲，教会都欠过偌济，我都奉献，互有够用就好啊。这是其实这是最起码基本的人尔。而且是讲咱的这个财务的总值，大部出讲无出啊，咱钱都无够用呢。你就小可甲朋友讲一个，互大家吼来奉献吼有够哦吼。但是感谢主呢。咱武中教会吼，事实无欠。是安怎讲？咱教会到7月底，咱的财务有结算，咱还佫有结余230几万。安尼有够免现啊？敢毋是？但是牧师要甲你讲，这就是祝福的开始。因为有春，咱就开始会思考讲，这个钱要运用伫什么所在？会当互上帝的国更较大无？会当互上帝阳光更较贡献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奉献是咧活水泉，这是一个上帝国的投资。伫教会，咱的教会有领指这个人来教会，来到咱中间，为着因是一个庄脚偏僻的这个山区的一间教会，因足有信心、较异常，要起做一个真水的这个灵修中心。所以咱真看兄弟姊妹真受感动啊！咱是有大家欢喜为着因来奉献。照我所了解，30几万的奉献。咱感觉讲这个钱也有用伫咱教会，敢是开起了去？毋是啊，因咱知影讲，咱是参与着、投资着迄个灵命的培养。迄个生命去做的，当这间灵修中心帮助真侪心灵打碎、软弱、拄着困难的人，事实你的奉献就参与伫迄个所在。咱知教会存在上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爱传福音来敬虔。咱感谢主，对这礼拜开始，咱教会幸福小组经过1个多月的训练、筹备。咱要正式邀请到这个弟兄，就是这个慕道友来入来小组的内底。咱感谢主，咱用着这个团队的模式，大人分工合作，为着要让这个慕道友伊去领受着迄个基督徒团契迄种的甘甜、迄个疼，咱用这个来传福音，来领人为主。这个所有的经费，这个开销。就通过兄弟姊妹你的奉献来运用伫遮个救人的工作，这是一个足宝贵、足重要的事。事实，真侪教会因经费的真大部分，毋是用伫教会内底哦，伊是放伫遐传福音、领人为主的所在。咱知影全世界派出传道书吼。第2座，第1座是美国，第2座就是韩国。韩国呢，因派出真侪传道师去咧传福音，甚至我有参观过，有个教会因咧做见证，伊就是甲回应讲，兄弟姊妹，咱奉献10%的奉献，毋是要用伫咱教会家己开家己享受啦，无，咱至少有1半的经费是放
放伫派宣教师去外国，去偏远的所在，去南亚、去中亚，去遐传福音。所以因会友感觉足有意义的，因为我遮个志向，可能我家己本身袂当出去，但是有宣教师欢喜，冒着风险去传福音。啊，所以伫遮经费顶面运用伫救人的工作。我知影咱台湾的中部有一间的教会，伊的教会是独立的教会，伊的会友嘛有共款的强修士，伊的会友的所献的经常的费用，因是要有一寡的经费放伫国外宣教的顶面。所以当你知影讲，你的经费是咧传福音的时阵，迄个心内充满着意义，充满着祝福的，因为有人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福音，灵魂来得到。伫百几年前，咱的母会英国，也是北部教会的母会，就是伫加拿大，就是有一群基督徒，因知影讲，伫太平洋的迄边有一个小岛叫做台湾。遐台湾人呢，因为伊毋捌上帝，无得到福音，所以呢，阮欢喜奉献金钱，互马国国医生，互巴克的牧师，互甘威利牧师，互马街牧师，遮个当时的宣教师有9亿的经费来到台湾来传福音，因来奉献金钱来去病院，因奉献金钱来去新人院、去中学，因来去广播社，这拢是遮个当时英国也是加拿大的基督徒，因同款领受到因要得到福气、得到恩典，迄个奉献的心情。但是袂，这个是好顶大的一个神圣的祝福。搁一项，咱所有的奉献是要一部分投资伫去做遮个卫生的温度的心情。咱有咧举行温度的训练，咱有咧举行灵修会温度的教育，咱有青少年的教育，咱有查经班，咱有主日学的教育，这些拢是咧做培养温度的路用。所以你的奉献伫即个部分吼，下一代真做基督的精兵来受去做。还佫有一项，即个奉献的经费是要用伫社区的关怀，甲救助素养的路用。因为咱教会一直知影，咱毋是关伫咱的门内家己底享受祝福尔，咱就是要行出礼拜天的到外面，学习主耶稣的款式，关怀弱势，救助遐个孤苦的弱势者。我也是即位，今年拄好救治20周年啊，20年前，伫9月2日，互你即礼拜六就到，发生偌济代。迄时阵，咱全台湾各地教会大拢动员，大省市关注物资，后来去到灾区、中部的灾区的所在，去做足侪福音站、关怀站，派遮个社工，派遮个关怀人员入去关怀遮个拄着伤害、亲人失去、财产无去遮个同胞。后来伫中部，咱的教会做一个真水的见证。迄个时阵，咱有一个超教派，咱一个台湾的即个教会有成立一个救助，基督教的救助会，就是用即个开始关心救治大地人做开始。救助协会慢慢后来发展，除了关怀灾民以外，牧师伫进前这部会时阵，有参与着帮忙来帮助遮个弱势的学生，互因伫读册下课了后，因为家内无人通甲照顾，嘛无钱通送伊去到安亲班，所以教会就用一个课后陪读班，互遮个囡仔就来内底，咱帮忙伊写作业，请遮个大学生来甲指导伊的各种的科目，嘛，
互因会当食暗顿安心，然后功课写好才倒转去。啊，这拢是对这个因为关怀遐个俗势慢慢所发展出来。咱进前所拄到的八八风灾，也是伫日本的三一大地震，咱拢看见，因为基督徒对伫听上帝、领受上帝教示，咱用这个奉献来诚做咱的一个见证，而且真侪水的见证拢伫遮。我向四位，咱感谢主，十分之绝对毋是因为教会欠缺，牧师才讲出来的道理。1/10的奉献，这是一个神圣佮奇妙的数字。这要帮助咱知影讲，上帝已经甲应允放伫你面前，剩的就是你有即款的信心，甲勇敢来讲，赐上帝所予你的恩典。第二，我感觉讲，伫牧师咧领受即个十一奉献的教示中间，上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讲，拄则我有讲起，咱会当去操练着财务管理的部分。因为你知影，其中个一份是上帝的，所以你就好好啊去安排、去分配，你出的9分要怎使用。有时毋是因为人伊所出的济才用了有够哦，是你会晓用，才用了佫有剩的。啊，这是一个真好、一个美好的教导。佫一项，十一奉献绝对毋是教会专职人员，也是牧师才做的，是逐个人拢有的。会记有一间教会，一个教会财务的总监，有一摆伊摕社礼来要互牧师啦就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规气啦我甲你扣7%起来毋免较麻烦，我互你用啦，对啦。伊是讲伊要替牧师处理安尼。这个话讲起来是无毋对，但是伊无了解这10%的意思。也就是讲，你10%我先甲你扣起来安尼。事实10%是因为你先有领受着后，然后你甘心乐意，欢喜归予主。这款的顺序才是一个蒙福恩典甲祝福。我真望咱遐24岁，毋是感觉受勉强，也是你感觉讲，哎哟，我无有困难，是安怎要做即款的事？是你开始试验上帝予你的祝福，用1/10来领受迄个恩典满满、福气满满、上帝的祝福。亲像主讲，伊要开天通变互你，亲像一个水泉开即个水门，互你大江的水来享受。这是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功课，也是一个无恩典的福气。愿主保守咱教会兄弟姊妹，无论是你的收入是多也是少，你拢经历这款的恩典甲福气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我哋上帝感谢你，将这款的恩典甲福气赏赐互阮。我哋教会兄弟姊妹是一群蒙福恩典的基督徒，所以阮伫生活中感谢主，你阮无欠缺。阮搁要操练这个10%的功课，是阮知这是上帝你教应允的祝福。当阮有这个气力通10%的奉献的时，阮就知影上帝已经为着阮备办对天顶风风雨雨的祝福。主啊，帮助阮，因为有这款的信心甲见证，阮就哪勇敢来为主来做奉献。愿你赐福阮兄弟姊妹，逐个人。拢一生领受着即个丰盛，领受着即个恩典，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